屬兔咧就唔錯啦，因為屬兔今年係天喜桃花，又加埋財運年喎，財運加桃花年，所以12生肖方面你財運排第一，桃花就排第二喎。因為天喜就僅次於紅鸞嘅啫，紅鸞就排第一，天喜排第二。不過紅鸞同天喜都係正桃花，只不過天喜冇咁重咁解。咁咩叫正桃花？容易認識到能夠發展落去嘅感情叫正桃花。咁即使結咗婚到咧，人哋對你觀感今年都容易係提升，咁做嘢自然順利好多啦。所以屬兔嘅咧，財運年再加桃花年，仲要唔止喎，吉星有天德、福星同福德。天德就貴人星，就逢凶化吉嘅星；福星福德就普通貴人星，得貴人輔助。所以今年有天德逢凶化吉，福星福德貴人星，天喜桃花星。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比較輕微，有捲舌同埋披麻。捲舌容易口對口、面對面同人嗌交。咁但係因為你今年有桃花年，有貴人輔助，有逢凶化吉，咁咧捲舌嚟講都係少少口舌爭吵。就唔會有乜特別嚴重影響嘅。當然啦，退一步海闊天空，可以唔同人嗌嘅就盡量唔好嗌，忍一忍佢啦。反正今年都係算一個順利嘅年。咁就披麻長輩身體稍為要留意。咁其實年紀大長輩幾時都要留意㗎啦，唔止淨係今年。咁屬兔嘅你，如果生喺呢個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因為行到火運第2年，有任何新機會放膽嘗試。如果知道入咗大運，就要積極進取。咁即使你生3月6之後8月8之前，呢幾年喺逆運之中咧，亦都因為今年係財運年同埋呢個桃花人緣運咧，將你提高一線。尤其係收入唔穩定嘅你咧，可能今年好少少啦，都唔會話突飛猛進嘅，好少少都好過停滯不前或者下降緊啦。